大家好，我是克西拉佛教中心的谢小金讲法师，我是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弟子。那之前我一直都在跟大家介绍的是多杰雄灯跟多杰雄灯有关的一些事情，包括多杰雄灯的来源啊、传承啊、修持法门啊，等等。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多杰雄灯是格鲁派的护法。那这件事情其实大部分人可能甚至认为多杰雄灯是专属格鲁派的一个护法。那后来其实因为前几天的介绍呢，我相信大家也知道，多杰雄灯其实他曾经在萨迦派被广泛的供奉过，甚至连萨迦法王好几任的萨迦法王也信奉多杰雄灯，甚至还为他写了祈愿文。还有2位萨迦法王，甚至还是多杰雄灯的一个化身。那当然，其实萨迦派是一个比较怎么说？是因为我们会特别提到萨迦派，是因为那多杰雄灯他崛起成为护法之后呢，他首先来到的就是他首先前往了他上师的寺院扎什伦部。那是因为机缘不成熟，所以他转到了他的前世的一个传承，就是前世萨迦班智达创立的一个萨迦派，并在那里得到了承认。所以这个是多杰雄灯的怎么说呢？他崛起成为护法过后的一个就是一个经过。但其实除了萨迦派之外，一些其他的一些传承，比如说包括猪八嘎举啊，其实都曾经修持过多杰雄灯。那其实至今也是在修持。那讲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其实今天主要要讲的，其实并不是说多杰雄灯呢在哪一个其他派系的一个修持的一个过程或者经过。我们今天反正其实要说的是多杰雄灯传承，它怎么从格鲁到萨迦，那继而呢又来到了格鲁，它之间的一个关系怎么样？它又怎么从萨迦又来到了格鲁呢？所以我们今天要大概就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它整个的一个渊源。那其实多杰雄灯，其实如果说大家印象中多杰雄灯就是格鲁传承的，那其实一点都没错的。因为其实你仔细认真的看多杰雄灯的直系的前世，那就是都古扎巴坚赞，他是格鲁3大寺院之一，就是泽棒寺的高僧。那他的前世呢是班禅索南扎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上师，曾经担任过甘丹三大寺的一个住持，也曾经担任过甘丹智巴。那这位班禅索南扎巴呢，他的著作其实他有很多著作，他的著作到今天呢，还甚至是广被人家拿来就是至今依然是格西考试的主要的一个参考书之一。那再追溯上去呢，我们可以追溯到宗喀巴大师时代的都古扎巴坚赞，也就是慈律主扎巴坚赞。那都古扎巴坚赞，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都古扎巴坚赞就是第一个当时答应乃琼护法，自己将崛起自己将成为一个守护宗喀巴大师的一个中观教法的一位高僧。那其实所以历代从都古扎巴坚赞在网上看的话，其实你看到其实都是格鲁，主要都是格鲁的高僧。所以那多杰雄灯他跟格鲁的关系肯定是怎么说是免不了的。那最初退到萨迦派呢，是因为机缘的关系。那后来又怎么回到格鲁派呢？那我们要讲的这个东西呢，那我们就要开始讲一些之前曾经说过的一些，包括都古扎巴坚赞他圆寂之后化身成为护法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这是有些关系的。那都古扎巴坚赞，我们都知道都古扎巴坚赞其实他算是被谋杀的。
他当时是因为跟他因为声名非常非常的响亮，跟五世达赖其实就是甚至可能超越了五世达赖尊者，所以引起五世达赖尊者的随从们的一种妒忌，他们就设计谋害度过扎巴坚赞。那好几次谋杀尝试其实并不成功，后来度过扎巴坚赞，索性直接告诉他们能够将自己杀死的一种方法。那就在死亡的那一刻，他心里升起了一股怒气，那就这样子，成了这一位愤怒的护法。其实这些都是乃琼，刻意做出的安排，这就是为了让他去履行自己的一个承诺。那当时呢，他圆寂过后，他崛起了成为护法，但是其实当时的人们并不了解这件事情，那只是在帮他举行就是葬礼啊，就是即将举行火化或者叫土坯的时候呢，大家却发现点了很多次，就是那个土坯的火堆却始终迟迟都没有办法点燃，一点都没有动静。所以还请来了各派的高僧，就各派的很著名的高僧，也依然，其实包括五世达赖尊者也在场，那个火堆依然是没有办法被点燃起来的。那后来，就因为这样子，当时呢，五世达赖也发现，原来这件事情，整个事情并不是因为，怎么讲，并不是因为，就是杜古扎巴坚其实是被自己的随从害死的。那五世达赖尊者呢，对此感到非常非常的一种懊悔，所以当时他就特别为这一个多杰雄登写了一篇祈愿文。在写了这篇祈愿文过后，他们才成功的将这个火堆点燃起来。他念诵了这个祈愿文之后，因为其实当时他们在场的人都发现，其实多杰雄登既然这么多高僧都没有办法去征服他，那就表示他并不是一位普通的一个灵，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神明或者是邪灵，而是一位正悟的护法。所以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多杰雄的五世达赖尊者呢，才为他写了一篇祈愿文。那不只是这样，五世达赖尊者后来还特别在拉萨，就是杜古扎巴坚赞被屠批的地点呢，建立了一所护法殿，那个叫布旦康萨护法殿。那护法殿今天还是存在的。那这护法殿里面除了有很多多杰雄登，有多杰雄登舞步，多杰雄登的眷属的像之外，其实它有多杰雄登的神谕。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不妨去那里参观一下。那这个是刚开始就是杜古扎巴坚赞圆寂的时候。那他圆寂过后，我们刚才讲过了，他圆寂过后就前往萨迦派。到萨迦派呢，接受了第30任萨迦法王所能仁钦的一个承认，并封他为正悟的护法。就当时他们把多杰雄登呢，描绘成是一个骑着黑马的，而且是观音菩萨的化身。那不只是这样，萨迦派后来接下去总共有6位，就是总共有6位法王，也都是多杰雄登的一个支持者、信奉者。那有2位呢，还是多杰雄登的化身。那我们讲到萨迦派，其实萨迦法王这之前都介绍过的，那之前还没有介绍到的，其实是另外一位高僧，那是一个当时非常有领导地位的一个萨迦派的高僧，那也是当时他也被视为是金刚瑜伽母传承的一个持有人，也是道果传承的一个持有人。那这位高僧的名字叫摩钦贡嘎伦珠，他是属于17世纪末到18世纪早期的人。那摩钦贡嘎伦珠他对多杰雄登这个修持的贡献是什么东西呢？那主要是他相信多杰雄登，他十分相信，而且强烈的依止多杰雄登，而且常常会接受来自多杰雄登的各种启示。那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底下呢，他曾经就到布旦康萨的护法殿呢，给当地的神谕啊，传授各种各样的灌顶，就是给普罗大众也传授灌顶。那
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除了这个，他也曾经他还曾经在甘丹林的嘉兴护法殿进行开光仪式。所以萨迦派为格鲁派的护法殿进行开光仪式，萨迦派的高僧给格鲁派的护法殿的神谕进行灌顶，这是当时的一种情况。那他另外一个他所做的他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事迹呢，就是他曾经为多杰雄登写了酬供。这篇酬供呢，其实是名叫多杰雄登事业劝请，心愿塑造。这篇酬供其实并不是他独立完成，其实它是延续竹巴噶举的大成就者竹巴坤烈的转世竹旺竹烈所写的多杰雄登酬供，它是延续这个再加以再增添内容所记录下来，所以这一份酬供呢，其实是两位大师的一个合著。那像这个仪轨呢，其实他在很多就是在多杰雄登的护法殿呢，比如说布丹康萨啦，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比如说日舞曲林里会被广泛的使用。那除了这个，而且这个仪轨它的内容呢，主要是有多杰雄登的仪式起源呢，还有早期对多杰雄登舞步的一个比较详细的法相特征的一种描述。那所以，因为这是一位伟大的一个酬供后来的色供金刚持把他这部分的酬供呢收录到自己本身的一个著作《雄登酬补仪轨》中。所以从这里我们大概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多杰雄登修持怎么从萨迦派传到了格鲁派。那这个是属于18世纪早期，18世纪对17世纪末18世纪早期的一些事情。那后来的记录其实就可能因为其实关于多杰雄登的文字记载，其实有被刻意的销毁，所以其实记载并不多。那要从各位大师的传记啊，从字里行间啊，就找出那些资料。另一份记录呢，就是说大概是到了18世纪末期。另外第18世纪末期呢，当时多杰雄登修持开始在格鲁派的三大寺院，就是这三大寺院开始盛行起来。当时其实还曾经有过脱名灌顶仪式。那这些记录这些历史呢，都被色拉寺的高僧记录在他的一个本身的著作里。那位高僧名字叫仁清旺杰。这仁清旺杰呢，他主要他其实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些事迹呢？其实这位高僧他也是写出了这个怎么讲，这个脱名灌顶仪式的一位高僧。他曾经编了最早期的多杰雄登脱名灌顶仪式。所以多杰雄登的脱名灌顶仪式是曾经有过的，在18世纪末曾经有过，后来有一段时间消失了，后来到了帕布嘎尔波切过后，才又开始重新复兴起来。这是一个多杰雄登脱名灌顶仪式在格鲁派的一个历史。那这位叫仁清旺杰的一位高僧呢，是色拉寺高僧。那所以色拉寺其实早期的18世纪末19世纪到甚至20世纪的色拉寺，其实是很强烈的去供奉，是很虔诚去供奉多杰雄登的。那这位高僧呢，刚才讲过的这个叫仁清旺杰的这位高僧呢，他是第二世热枕仁波切的弟子。那为什么又要提到另一个名字呢？热枕仁波切呢，他曾经在他本身的著作里
讲到了一个特别的东西，他就是说，他说多杰雄灯其实是金刚手菩萨的化身。在这里我们可能大家觉得，怎么又多了一个化身？是多杰雄灯被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在萨迦被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现在这位热枕仁波切呢，这些都是怎么说呢？都是修行层次很高的一些转世者，他们会根据他们所看到的来加以描述。所以这些热枕仁波切呢，他看到的多杰雄灯呢是金刚手菩萨的化身。所以他对多杰雄灯是非常的一个信赖的。那他热枕仁波切叫了另外仁波切，特别写出了格鲁派的第一篇多杰雄灯的就是长的筹供。所以我们会提到这位热枕仁波切这个样子。一来他是多杰雄灯是金刚手菩萨的化身，另外一方面呢，他还叫另一个人呢，另外高僧呢去写了格鲁派的首篇多杰雄灯长的筹供。所以在这些视金刚手菩萨是多杰雄灯为金刚手菩萨为化身的这个传统，其实是一直在色拉寺盛行的。那后来的高僧呢，比如说摄供金刚持也沿用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写了多杰雄灯本的护法筹供。这里涉及很多名字，可能大家有点乱，不过就当成一个故事听一听。那我们刚才讲了两个，那接下去我们就开始要讲到比较后来的一些事情，讲了17世纪的，讲了18世纪的。那接下去要讲的其实是20世纪早期的一些事情。20世纪呢，其实就是主要是帕蓬嘎仁波切的一个的时代。帕蓬嘎仁波切，大家都知道，帕蓬嘎仁波切他是近代的多杰雄灯最主要的上师。其实我们的多杰雄灯近代的多杰雄灯传承，主要是帕蓬嘎仁波切、释迦仁波切在广传下去的。那帕蓬嘎仁波切怎么跟这个多杰雄灯的一种关系是怎么样呢？那这里我们要开始扯到一些新的名字。那帕蓬嘎仁波切，大家其实都知道，帕蓬嘎仁波切写下了掌中解脱。那就是他讲述了24天的菩提道次第，在由次江仁波切，就是他的弟子次江仁波切写下了掌中解脱这本书。那帕蓬嘎仁波切的菩提道次第的一个传承呢，其实是来自达波仁波切。那这位达波仁波切的上师呢，我讲的仔细一点，他的帕蓬嘎仁波切的这个菩提道次第的上师叫达波讲贝伦珠。那这位达波仁波切呢，他的上师也是另外达波，那叫达波格桑克珠。那就是等于说是帕蓬嘎仁波切的怎么说的师公吧。那这位帕蓬嘎仁波切的师公呢，他将文殊菩萨视为是他将多杰雄灯视为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而且他当时也承认了多杰雄灯的那些眷属。所以这里就开始开启了帕蓬嘎仁波切了跟他的另外一个上师的一些跟多杰雄灯的关系。那我们刚才讲过，就色拉寺高僧吧，他的那个仁钦旺杰高僧，他当时曾经写下了多杰雄灯的透明灌顶的仪式，但是这一个仪式经过了1个世纪，到了帕蓬嘎仁波切的时代就已经消失了。那帕蓬嘎仁波切他本身是相信多杰雄灯，他修持多杰雄灯，他认为这样子的一份仪式，这样子的仪轨或者仪式消失了，很可惜。而且但有一次呢，就在多杰雄灯护法降神的时候，透过神谕告诉他，叫他去编撰另一份新的透明灌顶仪式，去取代旧的那部分。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指示之后，帕蓬嘎仁波切呢，他当然就根据自己的，他本身因为他也是一个修
层次很高的一位大师，他就根据自己所知道的、所能做到的，就写下了基本的一些内容、基础的内容。但是他觉得还不够完善。其实这些大师们都很谦虚嘛，他觉得还不够完善，所以他就特别去请教他的另外一个上师。那他那位上师其实主要是以有就是神通，有特别的神通，是能够神游天界、神游净土的能力著称的。那位上师呢，这里要引进一个新的名字，叫塔普莲华金刚。塔普莲华金刚。那帕布仁波切受到了多杰雄登的一种的指示，编写一份多杰雄登托命灌顶仪式，sorry，他就去请求他的上司，一个有神游净土能力的一个上司，到斗率天去请这份仪式。这位塔普莲花金刚上师呢，他答应了，所以就亲自就是透过他的神通力，他就到了斗率天，到了宗喀巴大师的座前。斗率天是宗喀巴大师居住的地方。那到了宗喀巴大师的座前呢，据说他受到了宗喀巴大师亲自的一个教授。他与此同时，他也接受了来自宗喀巴大师的弟子杜金扎巴坚赞所传授的关于多杰雄登5部的修持法门，当然也包括了托命灌顶仪式。所以在塔普莲华金刚呢从斗率天回来之后，就把这样子的一些内容传授给了帕温卡大师，然后再由帕温卡仁波切把它汇编起来。那汇编成什么东西呢？那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战胜诸方之古印。那所以今天很多就是才在修雄登护法的人所修持的仪轨的一些内容，主要都是来自这个著作。那帕布卡讲到了这个，因为这是一些近代的高僧嘛，所以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的。那帕布卡仁波切他把这一套的就是多杰雄登的法门呢，传给了他的弟子，那就是至尊赤江金刚持。那至尊赤江金刚持或者赤江仁波切，大家都知道，他最著名的其中一个就是他的弟子是非常多的，有些人甚至称他是上师中的上师。那赤江仁波切呢，在赤江仁波切的一种影响下，这个多杰雄登法门曾经就广泛的被修持，在格鲁派或者是甚至是到一些其他的就是其他的传承。那赤江仁波切也是达赖尊者的一个上师，在这里我们再跟大家重新的一个提醒一下。那赤江仁波切将这个法门传给很多人，就让整多杰雄登，因为你可以想象，上师他是上师的上师，他门下的弟子是非常多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护法法门当时呢是多么盛行的。那家家户户几乎都在供奉多杰雄登。我们今天所修的这个，尤其是比如说在客家佛教中心，我们所修的多杰雄登法门，它就是从帕布卡仁波切，我们举个例子，它从帕布卡仁波切传到了赤江仁波切，再从赤江仁波切传到了宋仁波切，至尊宋仁波切，那再由至尊宋仁波切呢，再传到了我的上师尊贵的赞助格仁波切，然后再到我们。所以其他的就是至今其他的格鲁的怎么说呢？就格鲁的雄登上师们，他们的传承都个别是这个样子，大部分都是从跑不掉的，都是从帕布卡仁波切到赤江仁波切。那赤江仁波切接下去之后是谁呢？那就是个别的高僧了。所以呢，这个大概就是多杰雄登的法门怎么从格鲁到沙迦，再到格鲁的一个经过。那其实这跟西藏当时他们就是
就是各传承派系之间呢，其实大家是互相交流、互相弘法，其实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所以那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斗杰雄灯法门在竹巴嘎举的一些历史。那基本上我们今天呢要讲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内容。所以可以说呢，帕本嘎大师的怎么说？根据帕本嘎大师所记录的，其实斗杰雄灯传承其实它是来自目前现今的斗杰雄灯一个修持嘛，它主要是来自宗喀巴大师，来自慈律祖扎巴坚赞，那来到了塔普金刚莲花金刚，然后再到了帕本嘎仁波切，接下去才这样子下来。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讲的比较慢，那希望大家就比较有一个认识。那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新鲜的人名啊，其实也不需要去特别记得。那这个是格鲁传承的斗杰雄灯法门修持的由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可以在这里提出来。看一下。显然不同传承，萨迦、格鲁、噶举供奉护法的方式一样嘛？那基本上供奉护法呢，各传承他们有一些相同和有类似和不一样的地方。不好意思，我今天不好意思，有一些紧急的事情。今天的直播呢到此结束。有些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把它写下来，我再用文字解答。谢谢大家。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做一个回向，圆满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愿生出者，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与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之尊善慧名称是所示佛法信要诸圣教。我愿世世不离真上师，我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虑，悉令安置是佛地。愿以弘扬宗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仔细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系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依止相属二之意，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世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妙遍十方，善慧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性恒常住。谢谢大家。